第一首咱来吟184首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予我，这真大的稳，咱第一站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予我，令我比你小可的人，予我甲伊滚我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千辛万苦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靠伊的，为保守你靠伊的。好，咱煞者咱来演第二首173首。这是回应诗，恳求主因我主信心。今日是信心感恩节，吼，所以这是真大的恩典，吼，咱恳求主因我的信心重新来充满我，来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恳求我主信心，重新充满我。恳求我主信心，重新充满我。破碎手中锻炼漂洋，恳求我主信心，重新充满我。主信心，让你别最高，当我真心求爱你，无啥听到，一心让你给温柔。恳求我主信心，使我平安。遮水的诗歌，吼，感谢上帝恩典。来，咱伫即个时阵，咱会当来到教会，实在是真欢喜。咱用听，互咱斗阵做组织做一会，咱同齐来互相亲咱来，请诗婷来，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。阿姐，你心肝有充满喜乐无？阿妹，咱就开始吟唱。主一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，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，听咱中间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，互相虽然无法度握手，但是互相打个招呼哈，哎，举个手，哎，挥挥手，哎，两个一个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，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主一做一回。而且咱即条咱来想代表王伊带领咱来学乐上帝，咱同齐来读诗篇89篇第1节到第2节，来，咱同齐来。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的慈爱，到底永远，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代代，因为我捌讲，主爱要受建立到永远，我要将你的信息坚固伫天里。阿门。然后煞只，咱来领受以弗所书伊所讲的，用和平三个的人，你守信心所守事的合一，因为体一个，信一个，亲像你受了的梦，也是一个。
一个，信一个，洗礼一个，上帝一个，做真人的爸，伫万物的顶面贯穿万物，遍伫万物的。阿们。咱这贴咱来用和平三结连，第守信心所属的合一，咱来吟咱对基督的恩典，来来得到合一。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主真合一。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主真合一。是要互咱得到快乐，咱来领受，咱的诫命是什么？新的诫命来，咱同齐来读的一半，领受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，咱同齐来听。耶稣讲：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神旨的总分头。咱同齐来吟这首。好，新的诫命，你着真心真意、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咱家背起来哦，吼。你着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你着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家己拍拍手，哇，好棒！咱来对咱的领受的话来，互咱的心灵得到帮助。煞只，咱要来看，咱歌利西书伊讲，咱同齐来读，要互基督的道理伫当中的智慧，充满伫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心的父，三甲诗、三口困。对恩典伫心内的人来学乐上帝，咱是不是真做一个人？哇，咱是主内对咱是拢是一个人，咱同齐来演这首，咱拢真做一个人，用神的诗，用神的父，咱同齐来吟上帝伫咱心中的恩典来。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就是上帝的你。相对一个人，因为耶稣。
煞者，咱要来领受以弗所书伊讲，信心伫咱的中间，咱要来领受，咱对基督对咱的神要安怎来起造，咱来领受。以弗所书3章17节到19节安尼讲，来，互基督对你的神来建立你的信心，互你有坚固下地基伫你内。才会甲拢众的信徒晓悟迄个长宽深，也知基督的疼，就是所知的疼，互你照上帝召别充满，来得到充满。耶稣甲咱讲，现存的是信望爱当中最大的是什么？爱，咱基督徒，咱着今日伫个信心在中间，咱搁来甲上帝面前，咱来甲上帝讲，我的性命要受你的造就，我要活出上帝你伫我身上的使命，就是你当初创造我，对我的疼，我嘛要活出这个疼来荣光上帝。咱同齐来念这首信息，是我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我们来跟上帝祷告，我们跟上帝诉说，你的恩典是多么的深，你的爱是多么的宽阔高深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大家咱同心来祈祷，主要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伫今日信心在降临的时阵，阮的心对阮的心出欢喜的声来呼噜你，阮全心全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要感谢上帝，你伫阮身上所开启救阮的道路，伫救阮的道路的顶面，你阁赏赐圣的神甲阮指点，阮会当得到快乐。这个快乐是要来坚固，
栽培阮的性命，互阮诚做上帝，你要查肯阮实践上帝国的旨意的人。愿阮每一日谦卑伫你的面前，领受上帝你的话语，对于阮早起时甲下昏时，拢对阮的心底唱出上帝，你是阮的喜乐，明白上帝，你是阮一生上界大的祝福的歌词，来献予上帝你，来当互阮的伫安静心领受上帝你授予阮的话中间，建立阮的快乐，行踏下上帝你的旨意，诚做上帝你的欢喜，阮来跑走，敬虔将今日阮对心底所出欢喜的声摆咧伫上帝你的面前，求上帝你欢喜阮所献芳的祭，诚做阮今日伫礼拜中间，阮敬虔摆咧所有的一切，将信心伫这中间带领阮的教会，伫150周年的中间，阮调整阮的脚步，建立阮的信心，栽培上帝你的根基来栽培，活出上帝你赏赐阮的恩典甲恩赐，诚做上帝你的欢喜，互罗州教会诚做当初创办人擘开博士下伫因的心意，甲下伫上帝你的旨意。阮敬虔摆咧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只有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即条咱三甲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84首，圣诗第184首，
咱请起立来吟专首。上帝听堂内的遐大欢喜喜乐予我，因我必为小我的人，予我可以君王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深信我可为的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的到迄日，耶稣升天来的遐子，充满伫我心内，因为对正是永予伊心怀平安自在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他深信我可为的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的到迄日，诚实感动那的遐款，予我凊彩过世，承受福音心受感化，为命换心情地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深信我可为的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的到迄日，会行诚心三位一体，一生之冠之大，尊贵永更永远无体，无路伊名无算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他深信我可为的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的到迄日。请坐。即条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听大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有你的带领，有你的引带甲照顾，互阮平安经过搁一礼拜。阮今日也来到圣殿来遮学老女，来遮吟诗赞美你，求主你引带领，互阮每一个人心灵肉体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照顾，得到主你的帮助，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主你的恩典满满伫每一个人心情。主啊，阮今日所做的种种事工，愿主你顾守，无论伫牧师分享信息，还是兄弟姊妹所有事工，伫遮侍奉，愿主你有愿带领阮每一个人的心灵，咱当伫主的面前来得到帮助。阮今日所有聚会由头到尾的时间，要交托伫主，求主你引带带领阮今日的聚会。我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我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救赎阮平安。即条咱三角来看启示文，伫圣诗后壁面
启文第49，记载以赛亚书第55章。启文49，显着我来刻，恁来印。来，喙焦的人照水，来买酒，来买啉。恁着开，恁仔着开钱买袂食的物啊！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物通食。趁找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加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过倒转。要予野种的有种子。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刺鼻的所在会发上鼻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上，数接咱圣歌队今日要献的诗是，咱用情行伫上帝光。来向前
感谢圣歌队用美妙的歌声来带咱来敬拜。即条咱三起立来用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执行，伫地里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咱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伊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请坐。即条咱先到来看今日的圣经，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甲第4节，另外就伊是共款使徒行传第2章14节甲17节。咱先来看第2章第1节甲第4节。我来读，恁来看。上帝节期已经到，因拢聚集伫一所在，忽然对天有声。像对大风在吹，充满因所做规间的厝，就有在分开的枝出现，互因看见，亲像火的枝晓伫逐人的顶面。第4节，因拢受圣神充满，才开喙讲别样的腔口，是照圣神所赏赐因讲的。所以，就咱去看共款第2章14节。总是彼得甲11个使徒徛地，大声甲因讲：犹太人甲拢总徛起伫耶撒冷的百姓啊！恁着知即个，也着注意听我的话。15节，这个人毋是酒醉，亲像恁所拍算，因为即点拄我遮顶埔9点钟，这就是托先知用你所讲的讲。上帝讲。伫落尾的时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凡有肉体的。恁的后生、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梦。以上。有主将你的话记掉。今日牧师所要讨讲的信息是求圣灵的洁净，求圣灵的洁净。咱将时间来交牧师。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嘛用欢喜的心，伫即个美好的日子，就是圣神感恩节，咱做伙三角来敬拜上帝，一同来领受上主予咱的恩典甲恩惠。特别今年是咱释教150年的纪念年，遮尔值得欢喜的日子，伫上帝创造世界以前早就安排遮尔水的事伫咱的心上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愿上帝你听阮，请做阮的帮赞，请做阮的倚靠。祝你伫圣神降临了后，互教会起造长大。今仔日我们做伙三角伫圣神降临，来领受主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。麻烦的教会诚做成长复兴的教会。阮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圣神降临就是咱教会共同的生日，就是讲所有的教会伫今仔日来设立，伫初代教会带来。教会的兴起兴旺，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有甲咱讲，五旬节的期已经到，因拢组织伫一个所在。有人讲即个所在是马可楼，马可的厝，叫做马可楼。伫迄个所在，因三角组织，因为其实门徒因迄时阵还无够有信心，所以因拢做伙三角组织，听候耶稣所赏赐互因的圣神。所以伫圣神降临了后，因有气力开始传互因来讲上帝伫耶稣的身上，就是圣囝的身上所做救赎的工。咱先来了解什么是五旬节。五旬节，
就是搬过节了后第一个安息日，安息日的过日，叫做初熟节，初熟节。这初熟节拄好咧收割大麦的时刻，所以大祭司爱将初熟的麦，来献予上帝。伫安息日的过日来献初熟的大麦，迄天叫做初熟节，初熟节。所以这个初熟节就是开始咧收割大麦，收割大麦的季节。那搬过节了后，过日因献即个初熟节了后，佮爱算7个礼拜，就是749日。所以49日的过长工，因就是爱过即个77节，对77节，就是五旬节，拄好50日。所以第749的时，迄个叫做后初熟节，所以有前初熟节甲后初熟节。后初熟节就是因要开始收割大麦的时，所以做事的人，若是伫初熟节开始算49日，就会当割小麦，先割大麦，后割小麦，然后2个初熟节，一个前初熟节，一个后初熟节，前初熟节甲后初熟节，这中间有49日，所以这49日叫做77节，77节。伫第50日叫做五旬节，五旬节。所以因这些人因会放心，就算49日了后，就开始来收这个小麦。当然后初熟节就是献小麦，所以他们是先献大麦，然后再献小麦，这个是77节。所以五旬节是源自77节，所以77节开始，开始就收割小麦，开始收割这个小麦，所以77节嘛叫做收割节，这就是有这个年代的关系。所以77节开始，拢叫做初熟节，开始甲结束，拢叫做初熟节。但是免后来77节有啥物解变做五旬节呢？因为因要翻译圣经，翻译旧约的圣经做希腊文的时，甲即个五旬节第77节，甲伊翻做希腊文的第50日，叫做 Pentecost， 所以用英语就是来自即个 Pentecost， 就是即个50日的意思，所以77节，五旬节就源自即个77节，甲收割有即个意思，所以五旬节是感谢的日子，嘛是一个收割的日子，嘛是拄好摩西伫西奈山领受上帝予伊的10条诫，然后颁发予百姓来领受，所以嘛是感谢律法的纪念日。所以犹太人伫即个节日，因嘛来感谢上帝赏赐，嘛伫即个日子因修成。所以五旬节，佫称作是收割节，是犹太人的3大节日其中的一个。所以伫五旬节来看，是拢作物收成的时，互人体会上帝赏赐五国、新酒以及掌管大自然的律例。所以咱先了解这个五旬节。所以咱来看圣神降临，拄好是伫五旬节的期，所以五旬节期到，因做3个组织，圣神就安尼来降临。对第2章的第20到第30，圣神亲像风，充满温度所在的厝，然后圣神亲像火那火焰显现，落伫每一个人的头壳顶，互每一个人透过安尼来领受。所以圣神那亲像风，嘛那亲像分开的火焰。风甲火拢有洁净的功效。火特别是火，咱有一寡物件用火甲伊烧掉，所以火甲风拢有一个清洁净的意思。圣神降临会当讲是咱教会共同的生日，因为咱对遮来领受耶稣所赐落的圣神已经大大领教。毋若是伫使徒时代的初代教会，因经历圣神，而且圣神还阁伫今仔日，甲咱的教会三甲同在，三甲伫地。圣神降临，带来洁净，而且温度
这个门徒因第一批领受着圣神，互因有气力，互因会当有这个气力去传福音。所以圣神会充满带来大的气力，所以这个结晶炼净了，因就会当得到上帝互因的话，讲话这个喙齿，会当圣神的气力嘛是伫咱的心上，会当讲属灵的气力的话。咱看以赛亚书第6章，第1节到第7节，真正看见上帝荣耀的人是面目家己的喙齿无清洁，佮住伫无清洁人的中间。这是以赛亚伊所描写，伊住伫这无清洁的人的中间。所以上帝透过这个天使，对祭坛顶面夹一个火炭来洁净先知的喙，互伊会当讲上帝伊讲的话。所以喙齿若无互上帝对付过，就无法度讲着属灵有气力的话。所以咱拢每一个人，咱拢爱互圣神来甲咱充满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圣神若亲像火，一旦圣神充满，自然咱的心会，即个心的热度、心的热情会旺起来。所以喙齿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即个喙齿。但是咱敢真正会通讲上帝所互咱圣神所感动的话，爱透过圣神充满伫咱的心上，互咱圣神甲咱洁净、甲咱炼净，互咱会当讲圣神所要互咱的话。亲像第2章的尾半段，彼得就带11个使徒引起来传福音，而且有讲到讲到别样的腔口，有人讲是即个方言。所以有讲方言的文字，这是有深刻的意义，因为讲方言是甲圣神相通。人伫恩典的圣神的内面，只有天父赏赐无共款的文字，互咱透过咱有讲方言的文字，来当彼此来相通。教会是有生命力的所在。咱知讲，教会伫圣神降临者了后，开始来建立，开始来起造。教会根基是起伫底，是教会第一处即个名字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。耶稣讲：彼得，我要甲教会起伫你的心上，要甲起伫你的石盘顶面。阴间的官兵拢无法度赢过伊。所以是对上帝、对耶稣甲彼得讲要甲教会起伫即个石盘顶面。这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个名词出现伫即个新约，所以旧约无即个教会，对新约开始有即个教会。所以教会嘛，对希腊文ekklesia，就是讲有组织、有会议、有好调，甚至有分别出来的意思。所以圣经解说教会意义嘛，亲像保罗的观点，因为保罗讲这是上帝的住所，是基督徒的厝。真理的根基甲调整，伫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讲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？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所以应该安怎行伫上帝的厝，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，真理甲调整甲地基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教会是有真理、有地基。教会有教会根基甲根本，教会有基础，是伫咱每一个人的信仰的内面，咱来甲伊行打出来。所以教会嘛是一个圣神完全被拆遣。当第一次君士坦丁伫遐公会，伫遐确定教会是啥物货？要确定这个教会，就是讲一个神圣，一个完全。搁互拆遣的教会，所以教会是爱不断拆遣出去传福音，不断拆遣出去做上帝的工。这是伫之后第1世纪了后，伫这君士坦丁的会议伫遐确定。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17节到17节安怎？彼得甲11个使徒就起身徛起，到外面，伊已经是伫厝内。已经是伫外面咧传福音，咧讲上帝的道理。伊讲即马
才是透早尔吼，顶晡9点吼，才有先知用你所讲的吼。伫落尾时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烦恼肉体。恁的后生，恁的查某囝要讲先知的话，少年人要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梦。对安尼来看，教会是爱不断查恳出去传道理、传上帝的话、传福音。所以咱的教会徛在咱的路州，咱就必须要伫圣神降临了后，所领受圣神的感动来做福音的事工。所以五旬节有收割的意义，对圣神降临，嘛来承受着收割的工作。所以伫收割有再一处来结晶，即个禾场。所以耶稣讲安那，即个马太福音3章有讲着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要互恁反悔。若是对尾我来的，比我搁较有权能。甲伊客的嘛袂空伫，因为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。伊手摕粪箕，要将伊的场一尽拔，要收伊的麦伫仓。若是麦芳就用袂花的火来烧伊。所以咱看到讲，要来收割的时，除了镰刀，把遮的麦拢收割起来，有路用的要甲伊收入七仓，无路用的，就会甲伊用火来烧尽。所以圣神来要做收割的工作，嘛是要做一个有分别的工作。要将有路用的来烧入仓库，无路用的要甲伊放火烧。所以这是一个概念。伫行洗礼约翰来是讲有一个比搁较有能力的来，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。所以透过圣神降临，已经将圣神赐落互咱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毋是干那受洗礼了后，咱诚做基督徒，咱阁必须要受圣神的感动甲充满。所以基督教毋敢是一个宗教那定。所以咱讲咱要去教会，咱来今日来教会。教会无应该是敢若是一个场所那定，教会是一个信仰团体的中心，是有生命力。教会是会成长，教会是有上帝的灵大的所在。所以当咱敬拜时，咱毋是敢若伫遮的礼仪形式，真正的上帝毋是敢若伫即个宗教的内面，真正的上帝是有伊的位格。所以咱敬拜的动机毋是敢若咱习惯。是咱爱用咱的心灵来领受，用咱诚实的心灵来感动，所以安尼平安甲福气就会临到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圣神是咱做伙敬拜、互相连结的中心。有圣神的同在，才会当带出着果效。其实教会的基础就是要有上帝的同在，借着圣神，咱才会当做搁较大的工。咱基督徒常常咧讲疼，所以有疼的所在，才有上帝的怜悯。上帝借着疼显出伊的快乐能力来，只有疼才会当赢过一切。所以咱若用咱的理性、甲咱的知识、甲科学，咱嘛还无法度完全来了解上帝。所以上帝是无法度用咱人的有限去来思想、来研究。咱每一个人伫上帝拢是下眼中拢是小小的一个。所以五旬节已经互圣神降临节来取代。五旬节已经有表圣神伫咱的中间，互咱受浸，成做一体，就是伫咱的教会内面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虽然咱拢有有的人已经洗礼，成做基督徒，咱后一个主日要有圣礼节。要有咱第一次咱教会的洗礼，嘛有兄弟姊妹嘛准备心要洗礼。所以咱洗礼毋是干那用水洗，佮爱用圣神的灌压，互咱伫圣神的内面，共一个洗，共一个基体，就是伫咱的教会。所以圣神降临，嘛表示讲咱伫圣神的灌压，成做一体，就是教会。愿主帮助施恩互咱，无论咱圣经有讲，无论是犹太人，也是希利尼人，无论是做奴隶，也是自由的人，
拢是对一个圣神来受洗，成做一个体，来成做一个个体吼，属伫一个身体。即个身体是指啥？就是伫咱教会内面，愿上帝施恩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教会内面，咱成做一体。咱知影讲，咱今年教会已经100几年、50年，所以咱拢知影，咱嘛爱准备心，有遮济事工咧进行咧振动的时，咱爱做伙来参与，咱爱做伙来振动。吼，最近咱的海报嘛拢已经有出来，咱嘛伫5月，今仔日是5月最后一个主日，后礼拜就进入即6月份。所以进入6月份了，就是进入咱的150年的中心。咱讲教会生日是圣神的降临，佮文化咱释教，咱释教的纪念日，6月22号。所以伫6月18号，咱有感恩的礼拜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来准备心，做伙是教会的生日，做伙来参与，做伙来振动，做伙来迎接圣神更新的工作。特别是今年，咱已经伫后疫情，已经进入即个后疫情的时代，所以进入即个后疫情的时代，就渐渐即个社会、即个制度、政策拢会渐渐甲疫情进前，恢复甲疫情进前的情形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伫今年，咱真正爱做伙努力学习。来将咱的教会的周年好好甲伊庆祝，毋但是庆祝那定，咱搁爱伫圣神的感动引出来内面，来领受150年前主安怎伫马街宣教师的心情所传落福音的种子，到一代一代到今仔日。虽然讲精灵千人种树，后人怎样乘凉，所以咱今仔日拢是伫即间厝咧乘凉咧。但是咱若无种树来，互咱的后一代乘凉，所以咱即代人嘛要继续来起造咱的教会，继续努力来，互咱的教会得到兴旺，得到兴盛，安尼才有法度去将即个棒，甲伊交互咱的后一代。所以教会是不断代代生传。咱看教会存在已经2000年，教会对耶稣耶稣过活了后，圣神降落了后，才会使徒去传福音。咱看到彼得，第一个起来，甲11个使徒，因就起来去传福音。因甚至伫即个美门灭门的迄个所在，看到一个软脚的人，伊讲金甲银我拢无，就用过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力量，互你搁徛起来。所以对迄个美门的事件了后，咱看到所有的门徒。一个一个为着福音来征战，伫罗马帝国的下面，因怎样会当反转迄个时代威权？迄个威权甲帝国，这是真恶，咱会当理解的事。只有圣神会当做的工，只有圣神会当互上帝国继续来延续。咱看罗马帝国早就已经无去啊。但是上帝的国度，今仔日又愿起造，又愿搁伫即个所在，就是透过教会延续上帝的使命，延续上帝要互人类所做的工，是要互即个地球的人拢会当有领受到咱的救主互咱的恩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上帝你听阮，互阮成做一体，互阮毋但爱。对水领受洗礼，甲爱对圣神的洗礼来更新阮，亲像耶稣的学生，伫圣神感动了后，因起来传福音，因已经毋是伫厝内自责，因已经会晓讲逐样的腔口，对讲方言，对圣神的充满，互因对助力，互因的快乐，享受因能力来传福音，互阮嘛会当伫圣神感动的内面来起造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诚做兴盛有福气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嘛有快乐伫即个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，来见证上帝你救赎的恩惠。
献上阮的心，献上阮的感动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叫咱来回应圣诗第773首，回应圣诗第773首，咱请起立来吟专首。请坐，即条咱三角来奉献，请执献的同工来执献。咱三个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即条咱三角来读今日的金句，咱台语甲华语，咱各来读一遍。台语，因拢受圣神充满，才开嘴讲白的腔口，是照圣神所想事因讲的。使徒行传2章第4节，华语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
所持彼国的话来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4节。这条咱来介绍新朋友甲报告，点做新来朋友无？无啊。哦，不然咱这条咱三角来先开周报消息甲报告。教会设教150周年庆礼典活动，目前排定如下吼。咱6月10日下晡要举办到设教15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6月22拜四，咱有马街恁吼会导览。煞只还佫有9月初10礼拜日下晡时，咱要设教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。请大家为以上聚会献上守望的祈祷。第二，9月150周年4礼活动吼，咱6月22泸州马街日教会有导览吼，相关的宣传的海报甲传单已经印好啊。目前咱宣传以海报为主，接下落来将安排伫6月份的作密集来发传单。欢迎兄弟摕海报会当搭的所在，咱来搭起来甲宣传。也欢迎兄弟提供会当搭的店家，还是讲咱社区内底，若讲会当来搭咱的海报，麻烦咱兄弟来提供场地。第三。设教150周年，咱教会有送咱每位兄弟一领的迄纪念衫。为着要互这代志会当顺利，请咱兄弟会当到1楼的所在来登记。咱登记的日子是甲今日来查子。麻烦咱兄弟尽量来配合来登记。咱预算是差不多伫这后礼拜，咱就要开始。来分咱即个衫吼，通咱这6月18这感恩礼拜，通要来穿。第四，教会今日为着设教150周年相关活动，投入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敬邀兄弟为着设教150周年的事工，代祷甲奉献，回应上帝的疼痛。第五。6月初3暗时7点40要举行敬拜赞美的培训会，讲员是咱的慧文老师，题目是曲目甲调性下这指导。有第二是咱以前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敬拜俄罗的实务的探讨。敬拜赞美团队成员，请务必来参加。第6月初是下主日，是咱教会圣礼典主日联合礼拜，时间是9点。大家请以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席，领受主的救恩甲活命。圣礼典报名洗礼的有李文良、萧淑燕。洪建志、胡子英，因已经完成着基要真理的课程，感谢主，也请大家继续为因的信仰来祈祷。第七，6月初是下主日圣礼典合堂礼拜结束后，伫礼拜堂举行着6月22拜四泸州马街日的教会导览训练，请参会同工来领报。第八，6月初是下主日下午5点半要召开着中执会，中执同工请有热心来出席。第九，咱每礼拜3暗时8点有读经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来守望着教会彼此代祷，得力荣福。第10，会期报告，请咱家己来过目。咱接着来看团契消息。上年团契伫今日第一礼拜煞了后，伫1楼要来举行着5月份的例会。第二，暑期儿童营，谁是我的邻居？咱对7月初8到初9，就是拜6个礼拜，上午9点，到下午4点半，
来结束。要调水，要收学生是40名。咱对国小1年甲6年级的学童，保证金是300块。无迟到、无不早退，全程来参加的活动结束了后，全额来退费。报名时间是对今日开始，到6月18日。夜晚为止，6月19到7月初2开放着社区报名，欢迎邀请亲朋好友、兄弟姊妹、子女来参加，同齐来认捌奇妙的主。所入具体相通，请咱大家每一个兄弟来为这需要兄弟来提名来祈祷。告解消息，咱6月初10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，伫台北中华团部举办着政界中级的训练会，专题是21世纪使命问答，地点是伫大稻埕教会。报名到今日早止，并且中级踊跃来报名参加。以上所接，咱来吟梅变诗402首。梅变诗402首，求主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煞，咱请牧师来祝祷。恳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教我大脚步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赞我道理。我伫黑暗中做工地，随吹引带是袂老，这是我人生标签吧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被上帝听从，圣神甲咱众大家三角地带对这时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